啊！哇！喂，歡迎歡迎！喂，全部自己有埋邊坐，埋邊坐。咁係。到啊！係，快啊！大家要好精神聽住啊，因為依家嘅貢品係長龍。今晚條長龍嘅底價係16,800，16,800。啊！我今晚特別甩條長紅嘅，整多一嚿啊！50,100。基哥，呢隻雀出幾多？我出多1蚊。 1蚊啊，真係難計啦！咁我哋好難做㗎喎。難做嘅嘢又冇做啊！